台电最近因为备转电量无够，紧急启动兴达电厂甲大拿电厂的机组，引起讨论。南北立委今仔日去兴达发电厂考察，要确认这小土炭机组临时启动敢有合法。那台电是搁再强调讲，因事先拢有通知市府环保局，并无这偷胖的问题。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也有支持者日前汇集伫咧高雄兴达发电厂外口发口号，因为高雄地方民代指控兴达备用的3号也有4号机组日一偷偷咧放。民众党立委丁宝马亚讲，1号甲2号的机组4月嘛有重新启用。西改跟他讲内幕，连1号、2号都开了，还有大林也都开了，中火更是火力全开。你的720个小时，如果法律你觉得可以，但是 你的生煤使用量是到100%吗？还是50%、30%？这些都是高雄市政府可以去控管的。民代批评台电也有高市府记载旧的土炭机组重新启用，要求市府就要控制台电车土炭的使用量。南北民代丁宝嘛日批电厂考察，确认敢有符合相关的法规，也有宽频行路的规范，确认都有准备的进程。空污法相关的这个规定里面，如果是 转备载的机组，那1年最多在紧急备用的状况之下，仅能发电720小时。但其卖强调3、4号机组启动有带条件无头轨的问题，承诺会严格监控。台电丁宝嘛赶伫咧民代考察进行开记者会，说明机组的状况。备转容量低于8的时候就可以启动，所以依照这个规范， 最早会开始启动的机组就是兴达3号机和4号机。兴达3号机和4号机是还没有除役。台电表示，敢若会伫咧限制状况之下启用紧闭机组，这嘛是为了让规个供电系统稳定，会拍拼伫咧供电稳定的前提之下，配合地方政府降低特定机组的运转。公司新闻综合报道。